屋企有一個老公咧，可以試下我咁樣整個酸筍炒牛肉，非常好味，我兩個老闆娘都搶住食。又嚟啦，妹妹！嗱，牛肉想炒得滑係有技巧嘅。今日呢個方法你睇住啦。嗱，切牛肉都好講究嘅。首先呢，我哋睇啲牛肉啲紋路。嗱，而家啲紋路係打豎嘅，我哋橫刀切片，咁樣啲牛肉食起嚟嫩滑唔柴。再俾啲豉油、生粉水攪勻佢，俾啲油封面，醃佢半個鐘。呢個酸筍一排有3客，我琴晚試咗1客，真係好好味。今日強烈推介俾大家。佢係零添加嘅，嗱，入邊加咗高湯自然發酵個酸筍，佢係開蓋即食嘅，又可以用嚟炒菜，大家可以試下。嗱，呢個酸筍嘅鏈接我放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去睇睇。爆香薑葱蒜，加入醃好個牛肉，大火炒，將佢個水分鎖住喺入面，再加入酸筍，俾小許菜椒兜勻佢，俾啲鹽、豉油、蠔油炒勻佢就 OK。呢個菜雖然好簡單，但真係好好味，你學會了嗎？